乡亲啊，你捌看过这种姿态柔美的台湾原生种的笔盒无？过去因为册底被破坏，甲人为的彩版，样样要来绝种。人拢叫伊是台湾笔盒先生的退休的工程师罗明勇。20多年前，世界来找找台湾笔盒，若观察记录，2021年，金家里的新竹512条成立着台湾笔盒的工作室，伫真侪景点种下9万丛的原生种的实物，希望会当有更较侪人入捌着台湾的水。感动人的故事，咱做伙来看。台湾百合是台湾人的花，在我们所有的族群里面，大家都跟这个花有一些连结。很多事情就是要一步一脚印，从原生植物出发，让大家更认识、热爱我们自己的土地。就是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开出这种漂亮的花来啊。前摆花真头海风，迎亲台湾笔盒先生罗明勇快步向前行。伊赶伫咧后面来进前，把握笔盒的上尾花期。这边斜坡也有一些百合花，我们就去那边拍花、看花。这个海边的斜坡对百合来讲是最好的环境，阳光很充足啊。然后排水也很好。宝华边真界边坡是罗明勇赏花秘密基地，最近强风交雨，开花进行是无讲介济。这个很多花瓣都被大风吹破了。这边这个就是我们海边原生的百合花哈，它现在没有一个专属的学名，因为我们台湾有一种原生的百合叫做铁炮百合。它开花是全白花，没有这个红色条纹。一朵百合花各自表述。爱花如此，若是兴趣，花开到真暗的美景，有台湾人的共同记忆。我们称这个花叫林杨阿花，哦，或者是西贡杨阿花。那在客家庄，哦，称这个花叫打碗花。那在布农族称这个野外的百合花叫把呼呼，可以讲是说，在我们所有的族群里面，哦，大家都跟这个花有一些连结。过去抢在快的野花，因为开发含毒草剂影响，渐渐啊，伫咧野外失去踪影。排它，采花，采花，对啊，讨厌就这样子啊。采访这天，记者现场看到经过游客手提一支花，认为乌白板车地破坏，就是台湾原生种笔盒消息的雏形。老师，那对面好多哦。对啊，哦，因为这里过不去，所以才会被保留啊，人家采不到啊。你看他刚刚采那一颗有好几朵花，一朵花就有几百颗的种子，那是不是几百颗的种子就没有机会飞出去了？哦，所以这个也是很无奈啊。所以有时候我带小孩子去走步道，我就带着他们沿路走，沿路捡垃圾。哦，总是这个社会要有傻子啊！每个人都想要说，等着人家帮我把垃圾清干净再来，那没有那一天呐。中正纪念堂静坐的学生，今天进入第6天的抗疫。学生们也制作了一株野百合，作为学生的精神象征，代表自主性、生命力强、纯洁等意义。1990年，野笔盒校园爆发，当时读大二的罗明勇嘛伫现场，当活动的精神象征，大大蕊的笔盒花慢慢采起，嘛唤起对台湾的热爱和觉醒。因为这一场学运之后，哦，整个政治开始改变，老国代退职修宪，然后开始可以一票一票投票选总统。它代表台湾的精神，面对逆境，面对这种不好的环境，它一样可以开出漂亮的花。
全世界有100种笔盒，台湾拢总有4种关心种，包括台湾笔盒、气泡笔盒、盐红露珠笔盒和细叶冠丹。其中花蕊后表面红色条纹、叶啊长长的台湾笔盒是台湾特有种。气泡笔盒花蕊纯白，主要分布在海岸线和离岛。盐红露珠笔盒需要生长在湿冷环境。什么市石顶和平溪山顶是主要栖地。本地生长在苗栗岛南一带细叶冠丹，因为环境破坏，不得野外灭绝，现主时必须靠人工培育。为了记录笔盒，数十年来，罗宾英走遍全台湾，离岛马祖、阿里山，超过海拔2000公尺山顶，拢有伊爱走囝、看太太，规口罩是个找找笔盒的影子。以前对我们台湾的百合花其实真的很不了解，所以现在打算找回台湾的美丽了。对，就是回来鼓吹，就是种我们台湾自己的花。现在带大家来参观我的工作室哈，我的工作室叫台湾百合工作室。平常我就是在这边让大家来认识我们台湾原生的百合花。研究所读的是环境工程，捌在竹科担任工程师。2002年，伊伫咧三滨水秀的新竹峨眉12寮设立台湾笔盒的工作室。因为过去大家对我们原生百合真的是很不了解。以前都称野百合，其实这个不太对，因为野百合是中国的一种原生种百合。厝外食物园正逐马将台湾原生种的食物。这个叫玉叶金花，这也是台湾原生的，它会有点像藤，然后它会一直往上这样子攀附上去。那另外这边有一种台湾现在野外很稀有的叫尾草兰，它另外有一个名称叫焦阿灰，因为它开花的花型很像鸟在飞啊。本土的原生的植物，其实现在在野外都很少了，变成是反而在野外消失了，然后变成大家都在买去种的东西，所以希望说大家多认识我们原生的植栽，就是来这边欣赏就好，不要在野外乱采。对。用古建材打造的工作室内底，全是罗宾英这4人的收藏。透过多感、画册和影集，将这向英国旅客推广台湾笔盒的重要基地。我这书店里面有大部分是我自己的书啦哈，那我会用这些资料来跟大家做介绍。那这个萧福荣老师哈，他画的油画，以前我们就是因为他有画百合花，所以去跟他连接。另外这一位萧萧雨的百合摄影集哈，他是拍东北角那边的百合花，在里面你会看到百合花在那个石头缝、在岩石缝这样子一样可以长出来开花。起伫咧山南间的笔盒办工厂，2021年4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。特别选择的这天是上艺期。整个台湾社会可以从以前走到现在来，其实是很多渔人去牺牲付出的，所以我说我们要感谢过去的渔人呐。那渔人节这一天实际上是很适合来当作表扬志工的一个日子，大家都在为台湾付出。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伙伴哈，他叫蔡明义，假日就是他在店里面驻店，然后卖茶卖咖啡，然后我就负责书，还有外面的盆栽。那因为我跟骆明勇刚好是五专的学长跟学弟，也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就彼此互相熟悉。除草的时候，奇怪为什么4、5月的还那么刚还不开花？那就是准备7月要开花。他从年轻的时候发现台湾百合之后，就一路走来到现在。我觉得渔人的话，这个部分确实很多事情就是要一步一脚印，从原生植物出发，让大家更认识、热爱我们自己的土地。
看起来充满共党的护花行动，罗明兴并无孤单，除了共志向的朋友同齐行，搁找到一段好姻缘。印象很深刻，因为我去参加活动的时候，有一些参加活动的朋友是本来跟他就认识的。然后他们都跟我说，他女朋友叫台湾百合啦，就所有人都知道他对台湾百合很痴迷，就对了。我跟他就是因为百合花认识的，在以前的雅虎有一个家族嘛，雅虎家族那个年代，我有一个叫做台湾百合同好会，我太太她是第99号，那从一开始说要做明信片，最后结婚了。明信片比起铺啊，全是高美本的罗金贤精神作品，两人因为配合实施，嘛正做重要的人生对象。这张是代表作啊。这些画都在我这里啊。对，我就说他的那个年终奖金都在这里。所以我都开玩笑说，哈，你就是用这骗我，就谈着，明信片都还没有印就先结婚了。对，无想要孤芳自赏，希望让更多人看到台湾的水。罗明兴伫咧人真侪景点种正万丛的台湾原生植物。这里是12寮停车场哦，去年的5月下旬跟这个地主结缘，然后他就支持我在这边种百合，种台湾的原生的植栽。那一朵花没有很大，但是也很漂亮。野外生存是真竞争，比合的对手是差不多比一个大人更加悬的官帮草。这种刚长出来的，就赶快把它清除掉，不要让它变成太大丛。然后尽量控制让它高度不要太高。无预警爆发的海棠危机嘛是难题。百合的植株看到蚂蚁在爬的话，那就是有蚜虫出现。这个蚜虫如果不处理掉，它会去吸百合花的汁液，最后它可能造成的影响就是这个花苞会变畸形，那个有一个破洞，有没有？花苞已经不完整。守护台湾百合真侪挑战，后摆受到威胁的食物定回到山拿，就是罗明兴和朋友看上好的回报。国人是台湾原生的，那你觉得漂亮，对不对？那你就会想要种。不一定说那个外国的花漂亮你才种啊，台湾的也很漂亮。对，台湾不会输给外国。是啊。来，咱大家来这边吃。这阵开花过了，至乌白杯吼，伊个足侪幼栽啊拢发起来哦，你唔好靠唔到边仔去长势哦。2020年4月，罗明兴就乡亲伫桃园大园区种2000多丛的台湾百合。过去芳园的海边沙地，正做青芳的纯白花园。种足济，叫人来几啊过吼，嘛拢遐囡仔行翕相，翕甲偌水咧，偌欢喜咧。把这塑胶壳啊吼提起来，空唔免乌伤深。边的讨论啊，是芳园真侪年的本色场，社区民众同齐种花栽，替家乡翻转臭名声。过去这个沙仑的垃圾掩埋场真的是地方上会抗议啊。第一啊，就是空污；第二就是很臭啊，这个环境品质真的很差。那希望在这个封闭的这个10几年哈，我们来做一个绿化，能够哈让这地球哈更环境更环保。较早无钱就无遐济啦，讲有差足济，差真济。就是讲才有种花，就较济人会来吃，地方就看就安尼。是哦。台湾百合是台湾人的花，它面对的是这种不好的环境、恶劣的地形。在合湾山一样啊，都是碎石坡，它一样开花。很多人把它当作台湾精神。就是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开出这种漂亮的花来啊！花开在山坡顶，人和花交织出使人感动的风景。台湾百合唔惊困境，展现特别风情。过去北方号做野百合，即马以台湾为名，行过灭绝的轨迹，互自信再现美丽。